你哪来的这玉佩啊？你说什么？难道陆渊曾与我说过这玉佩的来历？我与你分开这几年经历了很多，有些事记不清了。你再跟我讲讲。这玉佩，你当真不记得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为野石头，往事已成空，还如银梦中。原来那一夜你梦中的呓语，竟全都是真的。你可以不记得家中的那棵玉兰树，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这块玉佩。你我之间真的注定陌路。